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節目繪本新聞。我哋每次會用5分鐘為大家介紹一本好嘅繪本。小朋友睇到好嘅繪本會好開心，而大人亦都可以從中得到共鳴，獲得人生觀，可以去反思同啟發我哋嘅人生，活得更加有層次，活得更加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睇下今日嘅繪本新聞。歡迎大家收睇繪本新聞，我係今日嘅報道員 Jenny。今日主要新聞：失蹤約半年嘅兔仔終於喺機場被尋回。兔仔早於8個月前離開屋企，然後失去音訊。兔仔表示過去8個月去咗烏龜國探朋友，延誤咗回國時間。本台特派記者去咗訪問兔仔，講述烏龜國嘅歷程。係啊，Jenny，兔仔唔願上鏡，所以我哋做咗個錄音訪問。佢睇咗台灣劉玉公嘅繪本《到烏龜國去》，我哋一齊聽下。係我啊！我係一隻充滿好奇心又講求快捷嘅兔仔，本身諗住去烏龜國度旅行，仲可以順便探下烏龜朋友。點知一到烏龜國就 miss 咗一班車，下一班車就要等成1個月啊！烏龜帶我食好好味嘅拉麵，一碗麵又要等6個鐘，仲有一套電影一睇就睇11個鐘啊！不過烏龜國有好靚嘅景色，例如有100億萬年嘅歷史古蹟。喺烏龜國真係要慢慢嘆先至可以感受到日子嘅美好。就係咁，我已經習慣咗等待。唔知大家等過最耐嘅嘢又係咩呢？我就係因為回程航班延誤，等咗半年先上到機，所以咪遲咗咁耐先返到嚟咯。嚇親大家真係唔好意思。最初我都有啲難接受烏龜國呢種咁慢嘅生活節奏，不過後嚟發現等待都係一種生活嘅智慧。睇嚟烏龜國真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遊覽嘅地方。大家只要有一本由劉玉公先生創作嘅繪本《到烏龜國去》，小魯文化出版，大家就可以好似兔仔咁一齊經歷烏龜國嘅有趣事啦。聽完剛才嘅繪本新聞報道，而家就由我哋同大家認識呢本繪本嘅特色。撇除寓言故事龜兔賽跑入邊跑步比賽嘅競爭，反之以龜兔嘅友誼切入。無論故事鋪排或者插圖，你都可以從中揾到唔少有趣同令人回味嘅細節。呢啲細節隱藏住大智慧。呢個繪本故事有2個人生觀同埋一個好獨特嘅構圖特色，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首先，等待的智慧。最初有啲難接受呢種慢生活嘅兔仔，都慢慢發現原來等待都係一種生活嘅智慧。而且兔仔開始反思到人生同生活唔需要下下都咁急。兔仔慢慢變得有耐性，連脾氣都平和咗好多，冇咗以前咁急躁。正當佢習慣咗烏龜國嘅生活，都係時間兔仔要返屋企啦。估唔到離開烏龜國嘅最後一程飛機上面，竟然航班延誤，一延誤就延誤半年咁耐。我諗好多人聽到呢個消息嘅話都好難接受，但係兔仔就已經習慣咗呢種慢生活嘅節奏，好安然咁去接受呢個消息。呢一版嘅故事信息就好似教我哋要學習接受生命上嘅無奈，喺自控範圍內仲可以盡一己之力解決問題。如非能控制嘅環境之下，就好似除咗順應接受，就係好好享受等待嘅當下。我仲記得我喺書店見到呢本繪本嘅時候，輕輕揭幾頁，已經俾佢故事嘅寓意同埋構圖吸引到。第二，活出更高層次，好似故事入面嘅兔仔咁，本身佢就係一個好快好急嘅生活節奏，但係去到一個咁慢嘅烏龜國入邊，佢冇抱怨，亦都冇投訴，佢反而學習咗點樣去慢活，慢慢看世界，慢慢咀嚼平凡中嘅小細節。既可以有急速生活節奏嘅兔仔，同時都掌握咗慢活嘅生活態度，能夠順應環境去調節自己嘅生活節奏同胸襟，可能都會令我哋活得更高層次，亦都會少啲抱怨，少啲急躁，少啲煩惱，何樂而不為呢？到最後，我哋一齊欣賞呢本繪本嘅構圖特色。作者劉玉公先生用咗4種繪本色調去營造故事當中嘅溫暖又慢吞吞嘅感覺，嚟襯托翻簡單嘅故事，但係當中深藏住一個好深嘅人生觀哲理。呢4種顏色就係白色、灰色、
黑色同埋黃色，而當中嘅黃色並非鮮豔嘅黃色，而係香蕉黃，帶嚟溫暖又有一似夕陽嘅感覺。呢位台灣繪本作家劉旭公先生多次獲得文學獎嘅肯定，而佢亦都係唯一一位台灣作家喺2017年被選入瑞典兒童文學經典專輯典藏之中。劉旭公先生唔單止對兒童心理有深刻理解，亦都能夠將作品貼近小朋友嘅內心世界，提升小朋友嘅閱讀興趣。佢相信每個孩子都應該有機會去感受大自然嘅美好同生活智慧。到烏龜過去呢本作品就係佢對生活節奏嘅思考同對慢活文化嘅認同嘅具體體現。我哋今集嘅繪本新聞時間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喜歡嘅話，歡迎 subscribe、like、share，讓你第一時間可以得到我哋最新嘅繪本資訊。多謝大家，再見。